我跟杨宗宪是结拜的兄弟因爸爸杨登伟八大，一直那这巨灯的时候，还不是八大，一直那就讲无该做为合作，这个阮囝我的帮我。然后合作帮我推出，然后又搭他们八大连续剧的主题歌，这个一个唱片一推出不到1个月，连阮 KPI 来都得制评专栏的，都不低，就出国去啊！你想我这个背的啊，哪家公司去我签约了，就拢结束了，所以后来我想，蛮心灰意冷，就。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那样，人家把你演小游戏，跟他无改，我想无唱歌遐久啊，无专行看嘛，安尼，然后所以我就回到南部去，才10年，这10年时间对我实在是。足大的经验了，对我人生最大的巨变就是这10年啊！真的哦，你是倒位人？我是台南人。台南人啊！我伫屏东哦，伫高雄时代，阮某屏东人。我要去屏东里遐做生意，里遐娶某生囝，我嘛无放假，无请人去，所以几乎也没人知道。对，那里遐做生意，做舞台、做泡芙、做居酒屋、做泡沫，反正做服饰店、做电动玩具，大行业全部都做。是，人大家拢趁钱，干我了钱。最到尾啊，就拢无法度啊，厝嘛拢去用查封。佮我妈妈借钱，借土地去贷款。目的不够的，不想自己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家己想爱胜去了，佮唔捌代志什么也不懂。然后家己以为家己足够的，所以不到尾已经很疲倦了。才想，阮朋友，第一个就不爱做了，佮等伊唱歌，我哈，10年要出去等唱歌，干嘛拢要听唱歌？伊讲有啦，人即摆迄个八大迄红龙红咧主持一个到安歌星，然后邀请我要录音，我不敢上去啊，真的，因为10年无唱歌会惊啊，太过离规这个舞台诶。去阿爸见了，然后那天好无都正经嘛无钱，人去投资啊，该了钱拢了完了，所以尾真正去上台北，然后那去就真幸运去录音，拄到龙千玉小姐然后他就问我小弟你有没有唱片合约？我都10年无唱歌唱片合约，伊讲我最近在专辑嘛，内底有一首歌。你大家对唱一下。那首歌就是《男人情女人心》结果，加金嘛真，就是这句话好像邓爱瓜懂啊，有信心嘛那样。是，真的是尝试到什么叫红的滋味。尤其我咧讲伫咧对话，然后还是伫咧新加坡，他们封这首歌后封得不得了。他们呢？因都劲歌无劲来，对啊，包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全部拢在印尼对不？因为遐有华侨拢主要拢讲咱台语较对啊，系啊，所以去所以安尼首歌才开始个等来咱歌坛开始个首歌。哇，我感觉讲吼，这里说讲龙千小姐等于是，差不多我上我这一辈子，可是也是贵人之一，也算贵人之一哈。其实我觉得小弟哥咧，这里起起落落，但是咧。你嘛算讲是长青树，有的人是可能头前大兴大行有无？但是念咪一个就无去，对无？你要挡遮尔遐久过了10年的时间，讲真是就无简单嘞。是啊，尤其我讲我迄阵要转来唱歌时，已经要40岁，我想30-40岁，敢有人这老才要出来唱歌，敢有人要去听呢？这个时候真的心情忐忑啊。但是对迄当阵一直到即嘛嘛，已经差不多算来嘛，已经都唱10年去了啊，12年了，12年了，12年了，对不对？这12年的发展一直以来拢是足好的，而且咧，在每一张的专辑拢还没推出掉。而且我这12年都其实真的是没有断过了，真的每一年都有出一张专辑，但是我是较少。我比较少上电视，我假就这是为什么咧？较等候咱人民等来个介绍来讲，即摆先来放首歌啦。是，我这个其实很多人以为她是我女朋友龙千玉小姐，一生中不过，一生中不过，因为一刚唱阿龙啦，亲啦，然后已经我们2个情深深的那种眼神了，大家都以为我喜欢期待我也是我诶，她真的是好朋友。是，然后这。阔别了，我们因为是前有合约上的问题，说我有7-8年无合作。我等下公司迄个第一首歌
就是这前2、3年，那个冈山美玲哦。是。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呢，我第一次的尝试那种就男女对唱是。女生唱查囡仔唱国语啊，查甫唱台语安尼哦，所以内底有收录一个做胭脂类哈，胭脂类就是女生唱唱普通话啊，查甫唱台语，所以就来听这首歌哈，来听这首歌，其实是甲龙千羽合唱的哈，胭脂类。就让此心随你奔，用我生命不愿停，你是我最心爱的人。就让此心随你奔，用我生命不愿停，你是我最心爱的人。
就让此心随你奔。用我生命不愿停，你是我最心爱的。